台南推动流浪狗零扑杀启动以后，议员郭宏仪表示，因为收容所空间不足，除了造成目前全市流浪狗已经超过19000只，是全台湾第2多，并不断引发人犬的冲突，和社会付出悲痛的代价。议员进一步表示，以动物窜出的车祸一档一档增加统计，每一档至少1500只死亡的惊人，等于是间接扑杀的事实，要求市府一定要好好重视管理。一天5只狗啊，在咱的台南市的路顶发生这款代志，那每一年可能要这样来收拾这样的局面哦，可能要1500次到1700次，所以欠死咱这动保处的人员，而且还造成咱市民朋友足大的伤害。不管是人犬的冲突、养饲的争议、收容不足，或者是矫正市等流浪狗的严重问题，其中委托除了感慨进前推动动保教育园区被议会通过议案，不过现况的问题也是爱提出改善。增加这个安置的地方，安置量。除了安置的地方这个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已。其实，管理上也非常重要了对，从喂养。从弃养，然后到环境卫生，然后到收容几个部分，这个部分都要靠去宣导，都要让它尽量让它法制化啦。其实有一个规定有法可管。我们现在喂养啊不法让它管你呢？现在喂养跟反喂养都是势均力敌啊。不是啊，现在是我说这些喂养的爱爸、爱妈，他们现在有法可管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所以刚刚您提到说，支持喂养跟反对喂养的人是势均力敌，而且声量都很高。对，所以某种程度要用靠宣导。那你如果说直接下去用强制力要求禁止喂养，或要求反禁止喂养，这样子的话，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跟冲突。根据了解，流浪猫犬议题在网络的声量竟然超越疫情的关心，所以议员嘛借此提醒市长一定要有效彻底解决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林根采访报道。